注意到的报告。那无，咱就来鼓掌来多谢注意到的老师的调拨。好，谢谢。咱来请青少去。青少区的报告伫咧32啊到这个34啊。我们2020年度的组织就是由会长，然后思库音乐文书兼康乐灵修还有辅导。然后2021年度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有副会长，然后把文书跟康乐分开了。然后再来是2020年重要事工，就是下面这边，请大家看一下。好，来针对青少年团体的事工来，李长老。青少年团体吼，因即个信仰灵命的建立第四项，讲学习台语能听懂牧师讲道，所以我现在爱甲恁赞许鼓励。当然，即个意见调查报告调查表内底有讲说台语拜华语这个疫情下来要做这方面准备而且还很大不在希望这都能到辅导很辛苦谢谢。好，多谢。来，针对青少年团体这个报告，来，若无咱就来多谢来鼓掌，多谢因，嘛多谢邦俊甲着迄落佩瑜吼，两个安尼真辛苦，甲着咱的新学生新荣安尼来甲因安尼带领辅导。来，请学青，学青有没有代表？学青的迄个报告伫咧35到36页。好，那学青的话呢，我们去年的那个年度计划是希望能够配合教会的活动，然后一起参与服事跟帮忙这样子。那今年就是我们主要是协助周末的彩虹营跟一些社工不是社区的事工，对，那我们有一些就是那个钱的部分，就是前年我们是用在就是举办一些我们自己的营队，那因为今年就是大学生的计划就是比较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召集很多的大学生，所以我们就会尽量就是能够回来帮忙的，然后我们就会配合教会的活动一起去帮忙这样子。好，那以下是我们的今年的是那个我们去年度的那些以下是我们去年度的活动，然后那个下面的部分是我们的财务报告。伫咧这个学青的这个部分吼，咱会通看见因为吼因拢分散伫咧咱台湾各地吼咧读册，所以因要组织实在是真无容易吼，真无容易，所以咱嘛会看见讲因伫咧迄个2020年的迄个决选的部分吼，拢是零，期待咱伫咧新的年度会通有搁较侪的即个安尼活动吼。来，针对迄个学青的迄个小组事工报告，有啥物要询问的无？若无，咱就来甲鼓掌吼，来甲因接纳。来，咱请社青团体来报告。我们社青团契2021年度的组织有一点变化，就是把文书并入诗库这样。因为我们现在人数就是虽然人不多，但蛮稳定的，而且大家都很熟悉，所以就是不想把
组织变得太复杂，就稍微做一点简化这样。然后我们持续一样是在周六的7点半聚会，然后会一样继续协助教会的各项事工，然后收支报告在38页，请大家过目这样。来，针对社青团契有啥物要询问的无？若无，咱就来甲接纳，好。来，妇女团契，妇女团契的报告伫咧39页到41页。大家平安哈。妇女团契，那2020那个嘉君会长他可能很忙哈，已经回家了哈。也感谢他连续2年的这样子做妇女会长。那今年我们来看2021年哈，在2021年的同工差不多都是上次去年他们已经都因为也没有几个人就是这些人都请他们再帮忙了哈。那今年度呢，我们看40页的今年度的事工那我们的聚会时间也是沿用这样的时间了因为如果说要一些上班的人其实大家都挪不出来了也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也是读圣经还有一些像一些分享都有新眼光这些我们都还是沿用这些书那我们在去年有圆山农民医院的关怀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暂停。那这些今年有比较就是我在想说，我们妇女团契也不应该是真的是都是待在家里柴米油盐酱醋茶。我都觉得我们做妈妈很辛苦，都已经过去了她把时间留给自己应该要多多的看看外面看看有没有什么让我们学习的活到老学到老。所以今年我们就是要特别比较现在正在邀请的就是直抵直抵班吴老师也是很辛苦，我跟他讲，他就很用心的就去邀请他的这个也是音乐的就请那个一个直抵老师他非常棒都代表都比赛都是冠军的他愿意来无私的奉献现在就是3月5号就要开始了那你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我想应该要多多的参与还有人都跟我答应了，后来又说不要了所以我也觉得说很可惜啦应该要把我们的虽然我们妇女团契还是什么，不是只有妇女直抵班是愿意的人都可以老师都无甲咱嫌讲咱五线谱看无拢讲只要你愿意就可以来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正要进行的3月5日在这里就是邀请了在教会里面我们本身要参加嘛那因为我们都是在赞美操在文化中心每天早上6点6点到7点，我们的秀美执事她在带领很用心，真的让我太感动了。还有民主社区，我想说要带领一个人进到教会来，其实这真的不容易因为要说是不同文化吗？也不是就是因为他们根深蒂固我常常在想说，我们台湾就是我们就是一个那个公妈白就是框住了他们的心灵我觉得常常说我们实在是
认识上帝的人真的很有福哈。想说带他们来，吹直笛，让他们知道说原来教会是这样子哈。然后我们不是说一直说你一定要来教会怎样，要来教会参加做礼拜，参加妇女团契，这是不可能的哈。因为依照我从小在教会里面，他们会觉得说你们教会是怎样，都这样子很奇怪，所以我就想说那邀请他们来直笛班，就只是邀请他们进来，我们不一定要跟他说你赶快来聚会啊，赶快来受洗啦。我觉得不一定要这样的，让他们进来认识，这样就可以了哈。最重要就是这样子我也邀请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欢迎你们来参加。还有就这样子，其他的都可以自己来看啦还针对妇女团契的这个报告，敢有啥物要询问的？若无，咱就多谢妇女团契，嘛多谢毕爱姐好，谢谢大家。来，弟兄小组，弟兄小组的报告伫咧42页到43页。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弟兄小组，这边简单报告一下，组织部分的2021跟2020是都一样的哈。然后我们在2020的曾经服侍过重要事工是，我们主要是在每个礼拜主日晚上的7点半到9点，在南洋教会的教育厅是我们的聚会的时间地点。然后我们在2月份也做过这个团拜哈。3月、5月、11月都有一次的第5周的献诗，然后我们也跟这个新的成人团契有合办2次的职场见证会。第一次是请阳明医院的蔡炳煌医师来主讲痴智症的预防跟照护，另外一次是挪亚方舟的餐厅负责人，也就是我们罗东长老教会的王三明长老分享的生命见证。我们在2021的事工计划第一个部分也是关怀戚友，就持续的对我们的教会当中的弟兄来做关怀跟照护，然后再来就是聚会的安排聚会安排有底下5项第一个就是持续的聚会，还有我们现在今年可能安排开始做家庭聚会，然后再来就是每一期会安排组内弟兄分享见证，然后我们是不是再安排2次非聚会时间的职场见证会，也鼓励弟兄们多参加总会的课程并补助。那么其他的会计报告在我们的右手边这边可以看到13页的部分。好，以上。来，针对弟兄小组这个事工报告，有啥物要询问的无？好，咱来接纳来请信爱成人团契来事工报告。大家平安。信爱成人团契2020年有4摆礼拜了后的活动请大家过捌咧44页。今年度嘛会继续，我咧找合适的讲师来斗3工。路人节执事已经答应会来讲一届保险因为足侪人毋知影保险的重要到老年时毋知保啥物第二个我有甲吴老师参详过，毋过还袂决定，就是要请吴老师讲新圣诗毋过牧师咧3月已经安排音乐迄个敬拜的迄个礼拜嘛所以甲伊迄相像啦所以2021年基本上有这2个啦我阁咧找一位医生，看会当来讲一届医学的知识啦我嘛有想要毋过还袂找到适当的人想要请人来讲一届桌游大家拢毋知影桌游是啥我嘛是即个过年去互咪咪甲阮迄个孙甲我比我才知影讲李长老咧桌游嘛是好手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家庭聚集在一起的有非常多
教会发行的桌游啊，我咧找看有讲师会当来讲。第二项代志是今年度的人数我有做一寡调整因为我是希望讲今年我是上尾一届来做会长因为实在是毋通互阮遮老的直直咧走啦所以我请吴美和姐妹来做吴美娥姐妹来做司库请吴颖珍姐妹来做书记慢慢希望讲差不多40-50岁的少年会当来接这个团契啦第三个部分是除了礼拜以外的迄个活动了阮有一个拜祀的小组，这个是会理长老咧带的因聚会较有顺序啦，嘛有排读经排分享所以我嘛鼓励大家会当来参加小组啦较是较侪人时再来请牧师分啦小组会当慢慢一定人甲带起来咧生命顶悬你有足侪你有需要的，你会当甲大家分享嘛希望今年有人要做家庭礼拜成人团契会当来协助支出的部分感谢郑美珍长老做书库甲2020年的收支整理足好的2021年的预算甲去年嘛差不了偌济啦希望这个团契会当帮助大家咧各方面有成长以上报告。好，多谢那个现在成人团契的报告刚有要询问的，伊的迄个我头拄有较注意甲看咱伫咧即个伊迄个2020年的迄个重要年度事工的第5项伊迄个每周四晚上聚会由副会长那个共16次应该不止吧？那个周四前面有统计表那个统计好像有错误。好，我过来查一下。因为他写平均16，但是事实上这算了都唔呐。可能平均我搁查一下到时过来改啦。这个不止16次啊，来，好针对现在成人团契的部分，来，请问指示。也是一样，有些团契可以做一些合并，因为事工真的是有重叠因为我觉得松年事工，真的很希望就是有我要安排或者是我要寻找的资源都有点重叠跟类似，也是很希望有这样的安排这样。请小会能够针对这些部分有很好的讨论。好，这属伫咧团契甲团契，其实本来就会使，若有需要迄个合作那个那个是横向连结的部分呢。至于说是不是要合并这个会用个讨论呢好，来，安尼咱多谢，来，咱多谢现在成人团契报告。
来双联堂客。双年团客的报告第46页哈，46页。有关于组织方面哈，我感觉哈人愈老啊，就返老还童，所以越需要有人来支持跟辅导哈。所以我们2021年的多了一个辅导，就是我希望我们的牧师能够好好的当我们的辅导。然后这个有关于这个，我们又增加了副会长，就是成立署哈，因为总是希望有人来被兴起这样子哈。那这个还有我们的顾问哈，今年就是变李长老，因为他有很棒的资源哈，尤其是在礼拜天的聚会哈，很棒。那有关于2020年的这些事工当中，比较特别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过去2020年是当南洋区松年的区就是区长或者是区会，那所以我们就有一些活动，那又碰到疫情，所以我们的活动最重点就只有在那个重阳感恩礼拜哈。但是我们有参加了4次，第7点哈，46页的第2的第7点有参加4次的灵修旅游活动。从灵修旅游活动当中，真的体会到其他的教会对松年团契都非常的支持跟重视，那他们的活动也都让我很需要学习的地方哈。那松年真的是是我们人生的下半，就是享受年龄的日子哈。所以通过那个灵修旅游，那我们真的是体验到神给我们生命的这种享受。所以这是第7点的介绍哈。那这个再来就是对于2021年的事工计划，真的很希望说我们松年团契不是单单只在礼拜天，好像主日学一样，我都很想说那个是松年主日学，因为我们就是把教会当天的主日崇拜的所用的诗歌、圣诗、圣经，还有起应文那些，就是从头预习，然后领受上帝的话语哈。那个是一个主日学的比较主日学的性质，但是我是盼望我们的松年团契能够有很好的这个互动哈，就是团契的活动。那这个团契活动就如我在第3大点2021年的预定事工，那你就是第3点哈，第3点，拟定每月第2个星期四松年团契聚会。我们是希望说，每月的第2个礼拜四有松年团契的机会。其实我对这一点我也是很挣扎。为什么？因为又是跟那个有重叠。但是我是希望给松年团契在我们的松年有一些借着这个健康操啦，借着大家彼此比较自由。比较分享这样的状况哈，然后来学习。在这里有提到说，例如诗歌欢唱，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他们都很喜欢唱卡拉 OK 哈。然后是朗读诗篇啦，专题讲座。朗读诗篇是因为我体会到，上了年纪的人，假若很少开口，很少讲话，真的他们的脑就越来越迟钝了。所以我们要借着上年纪的人多开口朗读哈，来帮助自己脑筋更清楚。
然后我们也在那个活动里面也能够有一些记忆的传授，像说很想叫那个美劳很棒的邱桂智，像说我本来2月份要请邱桂智来在我们松年团契的聚会里面来做那个什么那个灯哈，就是灯笼。就是因为又碰到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就取消掉了哈。就一个礼拜一直取消掉哈。一个是碰到除夕我们不取消，后来说隔个礼拜也不太行，然后再来就是又是那个有一些那个教会的活动哈，或者是告别礼拜也都有受影响。那所以在这里就是盼望我真的很需要有人来支持你，提供你的专长来支持这个松年团契哈，让松年呢，我们教会的松年比较彼此的连结多一点，然后比较活泼快乐享受生命。好，再来就是看有关于我们的收支决算报告哈，这个因为我当时对那个编列或者是要把那个科目弄得没有很好，跟那个我们的会计哈没有很好的配合，所以我们全部都除了负担金，其他的费用都是用在事工费这事工费用了12275，大部分是用在那个我们有旅游方面的补助金，还有呢，我们的那个圣诞节佳节的那些我们送的礼物哈，所以这个总共就这样子。那希望我们应该这个圣诞佳节的应该是编列在慈善庆卫费哈，以后再早一点来提出。那因为已经就编好了，就不好那个更改。那也谢谢我有教会的人的支持哈，有一些奉献，真的谢谢大家。好，我的报告在这。多谢。来，针对少年团契的报告，有啥物要询问的？若无，咱就来甲股长就接纳吼。好，来请诗班教会诗班。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教会诗班把2020的那个事工再重新在这边报告一遍哈。那个有关于组织的部分呢，因为我们在2021选出了新的诗班长曾建明执事哈，然后所以我们的组织上面会略有更动，各位请参阅。然后在2020的重要事工当中哈，其实我们诗班在教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典礼上的力量哈。那也非常欢迎各位兄姐哈。只要你觉得有被诗歌感动，你都可以来我们这边，来诗班里面一起来，唱诗歌，学习唱诗歌来敬拜。那我相信这个我们都每次经过我们吴老师慎选的曲子，还有里面的种种配合我们所有诗节的意义，我觉得让我们都有非常非常多的感动哈。所以欢迎大家都来试试看，好不好？都来试试看。教会如果诗班人多，我相信我们所传出来的这样的音响跟福音会更加的感人。那各位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练唱时间都是每周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到9点半，然后每个月第3主日会礼拜中献诗。那我们去年呢，总共做了14次的献诗，那其实1个月才1次左右了哈，所以压力不是很大，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参与。那右边就是所有的收支预算报告，请大家参阅，谢谢。好，针对教会诗班事工，有啥物要询问无？若无，咱就来鼓掌先啦。音乐侍奉团。好，大家平安。音乐侍奉团，咪咪因有代志，我来遮代为报告吼。看到音乐侍奉团，你想讲阮咧弄音乐吼，其实阮音乐侍奉团已经在礼拜2的祷告会来协助礼拜2的祷告会。那个音乐就是在祷告会当中大概有5至6首，
在这里特别感谢一起服侍的同工有陆仁杰、陈金清、吴颖珍，还有洪燕云淑芬然后拢一直你抒情这刚刚恩亲嘛是咧拢到协助那我们都是在礼拜二的聚会聚会前，然后开始来做祷告的预备。那有在去年当中有在主日学联合举办中秋烤肉福音聚会，还有感恩有你的感恩餐会，还有举行岁末的祷告会我们一年当中都在为各位祷告一年当中都在为祷告所以一年当中你们有事工做得很高兴的，我们就是在祷告当中为你们赞美感恩那你们有困境的，我们在礼拜二为你们来代祷我们2021年就是持续那我们有要配合今年就是2021年第2堂礼拜我们也在做预备以上。好，多谢音乐侍奉团伫咧礼拜二的祷告服事针对因所提出的报告，敢有啥物要询问的？好，若无咱来鼓掌来接啦好，这个时阵咱要来迄个选派2名的这个检账委员。迄个来，咱针对头拄迄个各团契的报告的部分，咱需要有一个人提议接纳。来，接纳都会有在这个会议记录里面然后那个吴老师提议接纳，有没有人要复议？好，那个何丽阿姨复议，来，同意接纳的请举手。好，多谢。好，来，咱来迄个选派迄个2名的这个检账委员咱期待会通好，最起码提名3位提名3位我们才来表决出两位来做咱的2021年度的这个检账委员。来，请提名。淑芬提议方美珍，有没有人复议？迄个娟惠执事复议，要不举手啦，跟他是个复议好，那个黄娟惠复议来过来再提名。迄个苏慧姐，徐老师，郑美珍李淑慧。来，有没有人复议？好，那个吴老师复议。来，过来，有没有？有没有还要再提出来的？来，那个。民主民主姐提议美娥，来，有没有人复议？来，嘉玲复议嘉玲复议美娥。好，来，咱来一个人2票一个人2票，一人2票好，来，提议那个方美珍的，来，请来帮忙升级。来举手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4。提那个赞成郑美珍的，请举手。然后1、2、3、4、5、6、7、8、9、
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1个，啊，来提议那个赞成吴美娥的，请举手。1、2、3、4、5、6、7、8、9、10、11、12、13、14、15、15票。好，安尼我们还是以高票的当选啦哈，所以咱游园要来迄个委托这个黄美珍甲姐妹甲郑美珍长老两位来协助咱教会做简账的委员。好，来，咱这个时阵要来做迄个追认吼。迄个追加减案，总共几个案？一个。针对迄个，咱来看咱头拄迄个追加减吼的部分，就是伫咧迄个咱16页的部分遐有写着即个追加减预算的即个部分吼，咱要来接纳追加减预算吼，来，李长老。是。已经决算，预算都过了，但是预算的那个追认无以无数。是。所以这个程序上的安排，咱爱台讲他要赋予它的意义。是。若无意义的事情，就唔要用。咱第二就是讲咱若讲这追加预算，伫咱的迄个决算表。应该把原来的预算要先列出来，然后再是这个调整过后的一个预算。但是在报表内底直接就把调整后的预算结算预算把它列出来，把原来的预算挑掉。这样做法不对。另外情况18页18页，这决算表，第一个预算2020年的预算，这个是调整后的预算。当然，咱阿伟做追认，咱就已经这样处理完了，当然咱个做追认的不会选。所以这个程序一定要先把它合理化。好，多谢。迄个追加减的预算表伫咧16页。第16页。对啦，我是讲说你当个追认，已经拢处理了，接纳了啊。嘿。对不？但是咱要做追认的种啊。是。对不？应该是爱迄个追认案先追认了，再来处理。咱已经搁调整了，用调整的意啊来做这决算。是。这样做才有意义啊。好。所以这个瑕疵你们看怎么办？嘿，明年改进，嘿，因为这个因为临时增加这个预算，迄个按出来已经伫咧这个听书顶面啊嘿。追加案一定要把追加案的日期要列出来，所以那个日期没有列出来没有办法来对应这个17条，办理细则17条。有啦，伊伫咧迄个咱的小会报告内面就有那个接纳案了，小会的报告，在针对第4页第4页的第39项，遐有一个接纳2020年预算调整案，迄个可能需要请毕公长老把那个日期抓出来，那个来给他那个登录上去，安尼，但是咱嘛是赶快爱有这个追认的这个部分嘛，这个程序可能告诉。
了解。好，安尼迄个咱这个案吼，虽然讲伫咧后壁，但是即个教训咱甲调来头前，好无？吼，咱甲调来头前，就是讲要那个增加，啦追认吼追加减的即个预算嘛，吼。来，伫咧针对头拄第16页，咱的迄个追加减预算的即个部分啊，咱需要有人提议接纳，吼啊，咱加复议来提意见，吼，付诸日期，吼，好。好，咱就请毕光长老把迄个收回的迄个日期，改登录上去，吼。在什么时候那个调整这个预算，好啊，咱这个时阵来那个追认，好，这个追加减预算案，好，来需要有人来那个王一楠执事来那个提议接纳，有没有人复议？来那个林泽熙弟兄复议，来同意的请举手，好，多谢。他拄佫有啥物代志讲要追认的？没有，就做这条。OK。好，这个时阵吼，咱要来请恁来看这个最后一页，吼，咱的迄个意见调查表的结果吼，这个是干那要先了解咱会友对不管是对伫即个70周年的即个献堂的意见的一个调查，以及着即个礼拜堂迄个咱的即个第2堂的礼拜，因为当原属咱是叫做华语礼拜需求的调查，吼。后来伫咧小会有将即个名称有个做调整，吼，叫做第2堂礼拜，吼。那第1堂礼拜有伊的主要使用语言，跟第2堂礼拜有它的主要使用语言，哦，用安尼的方式来去做区隔，哦，这是咱的整个调查的结果，吼，伫这个所在来做呈现，互大家人了解，吼，迄个伫咧咱的小会经过这个调查结果了后，后来有请总务组先提出。即个咱的教会，吼，规个礼拜，迄个咱的礼拜堂的规个所有的总坪数，吼，土地的总坪数，以及咱若是真正若讲要建堂、献堂，咱可能会产生，吼，像讲咱会用起偌济的比率，吼，等等这爱需要先互咱的会友知影。吼，咱到时阵咱会产生偌济的即个预算费用，所以即个时阵来请总务组来做报告。你要不要把那个讲上去？咱会当看到意见调查表的结果吼。所以小会就委托咱总务组吼就迄个南洋教会的这个70年筹备的吼，以及教会的土地面积的简介，还有新建面积及法规的规定，预计新建的费用及概算吼。在这个调查前，我们还是要先感谢恩心的哈，那个调查表是他先行拟稿的，后续就是由教会来调查。这个 PowerPoint 是陈安做的，因为我对这个也不是很了解他在公部门都可以调查得到好，我们来看一下教会的土地教会土地就在这个昆门2段54909.92平方公尺的面积大概总计就是约2280.14平了那新建面积计划规定依据宜兰县都市计划法土地用途我们是属于在这个住宅区我们对面新苑那个是商业区可新建土地面积占比例是60%，
可新建总建坪是容积在180%哈。那这边有可新建的土地面积哈，是555.64平，对，168.08平啦哈。可新建的总建坪建坪是504.25平，建筑物地下室或半地下室作为人防或停车或是设备机房等使用，就是按这个投影壁面积计算建筑面积不计算容积率大概在知道我们的坪数啦但是咱会想讲要安尼起安尼偌济钱才有看以盖满盖基为止不含地下室装潢和特殊设备大概5200万那含地下室大概7454万后面数字这样子，大概这个概念这个同时曾论也把我们的佳慧做一些，因为他是学建筑的那他用3D 立体大概有1-2分钟的时间秀出来，让他知道一下，请他来简单报告。以上。来，咱请郑论来帮忙。伊伫啊，好。你有拿麦克风？好，这是规划有地下室的就是这3D 立体，就是说我们这边是民族路可以车子往下到地下1楼大约是这个样子然后1楼的部分它会往上叠就是说它从正面看是这个样子这是初步规划而已，然后这边是这是一些办公室交易厅桌球室厨房、卫浴设备这边是停机车的然后我们的第2楼是这个样子这边还没有规划到，这是有地下室的停车场的时候2楼牧师馆这个也还没有规划，只是说大约是讲清楚一点，听无讲台语好了讲较慢的。为什么喇叭那边没声音？这个就是大约规划一下就是从 B1 停车场1楼这是办公室、交易厅桌球室然后2楼的部分就是牧师馆这是只是初估了3楼就是我们的礼拜堂这个一排的位置就是坐4个人初步规划是，我记得是250个吧，是这个样子。然后这边我这个可以做个副堂爱餐区牧师准备室。然后4楼这边是挑空区这边也是一个可以坐人家位置的地方然后这边侧边的话就是各个教室，然后这边是女厕、男厕、电梯间，还有楼梯间。然后5楼的部分，这个屋顶我们只有这个地方有楼层这个是可以做公共空间6楼只是它那个楼梯间然后整个的整个立体图就呈现这个样子这是正面的，因为这正面还没设计所以只说让大家看一下这是侧面的，然后这是后面的楼梯、电梯间，然后这是靠近左侧的位置大约是这个样子盖起来可能，然后其他的是要由建筑师去做规划我只是大约把这个是盖到全满的时候就是有地下室的部分就是可以有地下室停车场就大约跟大家讲一下，谢谢。这些拢总是发想啦就是讲，咱头拄针对咱有会友安尼提出就是说安尼这个对意见调查表了了，咱有感觉讲有较侪的人伫遐同意讲要起，但是要起要安怎起咱可能会产生偌济的预算、费用等等遮的甲迄落，这抑阁有足长的时间需要去咱来去处理，因为咱
咱总共是用，咱可能会差不多前5到7年，我们都在讨论，吼，咱无可能遐紧，吼，所以伫这个部分是敢若侪的发想，包括怎么争论这个图，就是讲伊若照咱原地本地政府的法规，所有的遮个要求吼，若讲咱真正会使去的坪数，就那差不多总坪数咱个盖好盖满的时阵，差不多就是会用做偌济的用途，咱若讲真正咱有要去，咱各怪咱就是爱讲我伫咧即个建筑内面，我要有做啥物用途，是啥物货等等遮的，伫咧即个过程内面，咱其实拢还佫有足济会用提出咱的想法，因为这个都不是定案，这个只是一个发想，互咱会友知影，讲如果咱若是要建堂的时阵，咱可能会有偌济的预算需要去负担，安尼的时阵，咱需要的是啥？就是讲过来，咱需要为着即个。建堂的事工来做奉献，是讲包括讲你伫咧即个事工顶面，咱有啥物款的想法，拢伫遐提出来，来提出来因为其实讲越多，你提出越多的发想，预算会一直叠上去，这拢是一定的，即嘛这拢是敢初步的，讲我起一栋建筑物，我需要可能爱开偌济钱，头拄仔就是讲盖好盖满安尼，无地下室5000几万啊，若有地下室爱7000多万，是安怎有地下室遐贵？因为起一个地下室是起2层楼的钱就是1层地下室等于是盖2层楼的费用，所以会产生迄个费用。个地下室的部分是因为它地下室本身它不在那个建蔽率还是容积率的里面。不在那个容积率的计算范围里面，所以迄就是讲，咱若假使讲咱有安尼拍算讲好，咱教会有需要地下室，安尼就是爱会增加偌济的即个费用，互咱小可了解，咱若去有啥物款的新的想法、新的计划，咱会使来提出来交互咱的即个总务组这边遮，因拢会做统整，欢迎咱大家人将咱的意见拢会通安尼来，互咱有一个更较完整的思考。期待咱教会过来不管伫咧不管是伫咧即个建堂的部分还是啥，咱会通真正安尼好来安尼大家人来分享大家人的想法看法，互咱即个规个建堂的即个计划。会通安尼做了较咱讲做较齐全的所以咱有10年的时间来去做即个计划。伫咧即个计划内面，咱可能反正咱会用5到7年的时间做讨论，真正盖的时间很短的。所以上重要拢是伫咧咱迄个讨论，以咱教会内面有真济安尼。咱拢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我们都很有想法，所以这个想法要甲整合起来无简单，若无整合好势，到时阵大家人为着起一栋礼拜堂，大家人才来伫遐迄落的时阵安尼拢毋是咱所乐见的好。这是咱针对即个事工会做一个意见调查表的即个回复报告，因为咱有做意见调查表，咱就爱甲大家人做一个回复所以这个时阵咱来请小会书记来读咱即届的议录，嗨。
5200万。5000可以做得了吗？有没有什么东西里面包括在内？你一听这个名的经费有没有包括在内？对不？那你内底使用的设备有没有包括在内？所以真正要去一个拜的是，它的费用是不是只有5200万？预估啊，所以讲咱这个去财务规划的时候，如果你不健全，到时你听了，这个无伫咧今仔日这个议案，无迄落，无咱今仔日干那纯粹是干报告，过来就是针对有人有意见的部分，并毋是每一样拢同意要互人知影，所以这是保护咱的会友，嘿。不。这无伫咧即届会议内面，即个会议，你头仔所烦恼的，迄是以后正经要开始有为着建堂的时阵，迄个才是伫咧迄个时阵提出来讲的。今仔伊纯粹敢若报告尔。目前的规划有没有周全嘛？是。大先阮党情起来有没有周全？对不？那有周全时，阮会当放弃。对，嘿。对不？但你一个规划都安尼遐无，那到底到上尾是应该要做什么？所以咱需要用5年至7年的时间来去做讨论，咱无遐尼啊紧迄落，所以针对这个部分会用真，嘿。有这个规划，那进程有什么阶段？那什么时候要做报告？迄毋是这个时阵啦，迄到时阵咱。你别当讲说已经生米煮熟饭才会做报告嘛，对不？所以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你在规划的过程中，什么时候要做报告？你听无真啦，牧师讲有今日5年几年讨论，咱咧无对啦，你有承诺讲要，你规划的过程中做报告。较拄啊，无报告，安尼就好啊。好，因为今仔日纯粹就是干那报告，互一个互会友知影讲。有可能的状况迄个至于讲啥物会叫做有周全无周全，迄咱以后咧讨论的时阵，咱就是慢慢啊，互伊周全嘛，因为咱大家人伫咧即个时阵遐尔啊短的时间内面，咱即届是干那要爱互人知影讲迄落到底咱有安尼有要同意。要这个70周年的献堂，搁过来，咱若讲启动的时阵，伊会产生偌济的预算费用等等遮的，这拢是一个可行性、可能性的部分提出来，互大家人了解。搁过来，迄是以后，迄是若正经启动的时阵，迄搁有另外以后需要去开的会啊。迄毋是伫咧即届，咱即届纯粹只是报告，整个迄个意见调查表的结果。以上，好，来，咱请书记来读即届议录。议录的部分，第一案就是迄个年度教事及会务报告个会计决算报告，2021年度预算报告。抱歉，我更正一下第一案是追认2020年日期，我有个报给小会通过这个预算追加减案王依然提议，林哲熙复议，龚觉坚这第一案。第二案就是拄啊报告这个年度教事及会务报告过来会计决算，过来会计预算案，2021年的会计预算案王依然提议，潘国斌复议，龚觉坚第三案，各团契报告的部分，吴树锦提议，
何立玉复议，公决接纳。第四案是咱这个选派2021年检账委员2名哈，经表决结果方美珍34票啊，郑美珍21票，吴美娥15票，所以由方美珍跟郑美珍2位当选2021年检账委员一兄。好。没有将我提出来的意见做记录，你只有是接纳而已。这种你看说，我你等于讲说啊，你这个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甲你这个报告。你这无的记录。无啦，我有写下来，看到明仔讨论啦。这是当时爱你工作会议记录的报告。无你听到，咱的会议，咱这个听议事录是议事录哦，是针对记录的部分。总会议会哦，每一段了后，伊出来的议录，你敢有看讲内底的意见上面到底无？咱的总。你不应该这么通没有交代嘛？咱总。除非讲你讲没有道理，咱有安尼这个总会的议案，人家意见书拢提出来，但是你现在在这个记录里头，一笔带过都没讲，把它往这接纳，李长老，你参加过遐尼啊侪总会，咱甲中会，咱每一届上路会的时阵，咱每一届开会的时阵，拢是啥？交代总委会，交代中委会去听读记录有无？我甲大家报告一下吼。就是拢安尼通过啊，即马就是总会还总会啦，咱到即马安尼才安尼通过，你拄落意见后改再来处理啦。我才做一个报告好不好？就是讲，议录原则上都是宣读决议事项，否则我们会把整个讨论过程再讲一遍，就个落等。各位可以愿意在这边再听我再讲1个小时吗？那应该不是议录的目的。议录就是最后的决议事项报告，整个讨论过程不再重复，就宣读决议事项。至于李长老刚刚所讲的那些意见呢，我们都记录下来了，会在小会里面列入，等一下会提出来。如果小会通过要做修正，那个就当作附件，附带决议将来列入去每年做修改，包括今年爱改的部分，今年就会直接改啊。所以拄仔大家有提出数字唔对的所在，项目无足的所在。该改、该修正的，伫迄个所在就会做处理，但是迄毋是议录要宣读的部分啦。我做一个说明，好无？歹势啊。我讲较严重一下吼，你本出来这本，你爱对这本来负责。你修改了后，要对总会报告，有本报告书，迄是另外。你会使安尼做无对，总是你爱负责，你爱讲说这个原来错误伫倒。就讲我头下你讲这85，迄数字，伊完全毋是记录会的数字嘛，对无？你甲摕过，你又搁提一个数字，你有对你这个原来的做负责。啦，迄拢会改啦，迄拢会改，迄拢拄仔有记起来吼。好，来。安尼，咱若好到遮吼，上尾是上行512首吼，上行说咱请牧师接导。
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有愿恁的是因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叫恁的是信息，伊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坐。